原来咸丰草跟昭和草不一样哎。记住那个名称叫《常见台湾野菜图鉴》，阿美族台湾野菜图鉴，食用台湾野菜图鉴。还有咸丰草，咸丰草跟昭和草又不一样。你看昭和草，你看是花红色的嘞，咸丰草花白色的呢。你看昭和草和咸丰草其实都是保成分和益王抑制发炎症状。你看花红色的是昭和草，花红色的是昭和草。要记住哩，咸丰草。维基百科的资料如下：白花鬼针草又称大花咸丰草、白花婆婆针、鬼针草为菊科鬼针草属下的一个种。田里面有很多这个鬼针草，叫查某啊，台语叫查某，又叫咸丰草、过肝草呢，过肝诶，保肝的呢，保肝的草诶，白花的嘞。咸丰草是白花的，昭和草是日本天皇的名称，那个昭和草是红花的。咸丰是清朝皇帝咸的年号，咸丰。咸丰草是白花的嘞，白花，你看有白有黄诶。咸丰草可以吃的，你看，那恰查某，台语也在恰查某呢，还是中药嘞。那白花婆婆针，白花嘛，白花鬼针草，大花咸丰草，过肝药呢，保护肝的呢，可以抑制发炎的。过肝抑制肝发炎，过肝。